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九龍豪宅嘅 Henry， 今次同大家介紹呢個單位就位於窩打老道128號嘅 Water 路啦。咁呢個單位位於個嘅中低層嘅 H 室，實用面積有1257尺嘅4房2套單位嚟嘅。咁呢個單位同時放緊租同賣嘅，事不宜遲，我哋而家睇下。咁首先入到嚟門口嘅右手邊啦，咁就係廚房啦。咁廚房已經配備咗焗爐、一啲收納嘅空間、電磁爐煮食同明火煮食，咁同埋都有個雪櫃、洗衣機，咁然後都有一個透光嘅窗口。咁廚房都係一個方方正正嘅設計。然後喺廚房嘅側邊啦，咁就係一個工人房啦。咁工人房配備工人廁，然之後我哋行出嚟嘅呢個位置就係客飯廳啦。咁客飯廳就配備一個對流窗口，咁可以見到啦，呢度嘅空間真係非常之大。咁同埋呢度仲有張圓桌。呢度係南邊嘅景觀，同埋北邊望向獅子山嘅景觀。咁可以見到啦，周圍嘅樓景同埋望到一個獅子山景觀就非常開揚。咁同埋呢度附近都仲有啲嘅收納空間，呢啲櫃位其實可以打得開嘅。咁然之後，我哋睇4房1套嘅其中一間套房。咁呢度就係一個嘅套廁啦，配備一個浴缸嘅設計。即使放一張雙人大床，個空間都好充足嘅，而且都係可以瞓住喺度望到一個獅子山嘅景觀。然後我哋再去到呢個嘅公共浴室，都配備一個浴缸嘅設計。然之後我哋走廊嘅右手邊其中一間房。咁呢度就做一個上格床，咁然後呢度下低就做一個書桌啦，咁就可以俾小朋友喺度安心咁溫習啦，同埋一個細細啲嘅露台。然後喺隔離呢一間房，咁做一個上下格床。咁同埋一個書桌，咁可以見到啦。如果空間善用處理妥當嘅話咧，咁其實個發揮自由度其實真係相當之高嘅。咁然之後，我哋再去到最後嘅套房位置。呢間套房就係主人房啦。咁同埋咧，可以見到佢呢個浴室咧，就配備浴缸同埋氣缸嘅設計。同樣放一張雙人床，而且都係望到北邊獅子山嘅景觀。好啦，我哋今日睇住咁多先啦。如果任何查詢，歡迎致電69077297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